AI 調優。由於實際環境嘅複雜性，即使使用 heatmap 部署，若信號同覆蓋不良嘅問題仍然存在。頻繁嘅無線干擾導致某啲區域隨機斷線，影響核心應用體驗。喺公司或倉庫中工作時，會遇到 WiFi 信號差或頻繁斷線嘅情況。快速變化嘅環境使長期優化變得困難。AI 調優係 AI 驅動嘅 WiFi 調優，基於流層平面圖嘅可視化信號模擬圖，清晰洞察網絡性能。深度優化實施部分或全面優化，並優先考慮關鍵 AP， 確保關鍵區域同服務嘅最佳無線性能。自動識別使用場景，保證關鍵 AP 嘅性能。可以通過拖動 AP 圖形輕鬆修改 AP 優先級。自動錄步顯著改善整體網絡優化。歷史驅動嘅高峰優化，雲端追蹤7日使用模式，優化實際高峰時段。網絡優化效果將喺 heatmap 同數據結果中直觀呈現。所有 AP 嘅優化數據都可以追溯。如果出現問題，可以立即恢復到以前嘅設置。動態優化消除咗手動干預嘅需要。雲端分析每日數據，揾出弱 AP， 並喺夜間自動優化佢哋。AI 調優，釋放你嘅 WiFi 潛力。